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这些年在诊间，我看过太多中年朋友，每天早上起床就喊累、腰酸背痛、睡不好觉。他们总是跟我说：“医生啊，这应该是年纪大了吧？”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单纯的老化，这是你的肾脏在向你发出最早的警讯。在台湾，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。明明还不算老，却感觉身体像是提前衰老了10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的肾就像是生命的银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一直从银行领钱出来，熬夜加班，劳心劳力，忧虑烦恼，却从来不存钱进去，这个银行迟早会破产。中医说，肾为先天之本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当你的肾气开始虚弱，整个身体就会连锁反应，头发开始白，腰膝开始酸软，记忆力开始衰退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没精神。你以为这些都是分开的毛病，其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源头：肾气不足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是警讯，他们以为吃点保健品，多休息就好了，却不知道如果继续忽视，身体会以更快的速度走下坡，原本可以健健康康活到80岁，结果60岁就开始各种慢性病缠身，生活品质大打折扣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跟你分享5个最重要的肾气衰弱信号，这些信号是你的身体在对你求救。如果你现在50岁还想健健康，康帝活到80岁、90岁，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这5个信号，你绝对不能忽视。请记住，养生不是等到病了才开始，而是在还健康的时候就要懂得保养。今天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，让你听懂肾气到底是什么，又该如何保养。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邀请各位朋友们一起参与。请问你现在是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的呢？台北、台中、高雄还是其他地方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肾脏保养的疑问，也欢迎随时提出来。另外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养生资讯。我还想知道这支影片的内容对你有没有帮助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在留言区打个1；如果觉得还需要改进，就打个0。你的回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中医说的肾跟西医说的肾脏其实不完全一样。西医的肾脏主要是负责过滤血液、排出废物的器官，但是中医的肾涵盖的范围更广，它是我们整个生命能量和寿命的中心。如果把心脏比喻成抽水马达，那么肾就是提供整个身体运作的发电厂。在中医理论里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精，这个精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，储存在我们的肾里面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笔本金，是你一出生就拥有的资本，而气呢，就像是你每天在花用的现金。有些人天生体质好，就是因为父母给的这个本金比较充足，但是再多的本金，如果你不懂得管理，一直乱花挥霍，总有一天会用完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懂得节制，懂得养护，这笔本金不但不会减少，还能生生不息。所以中医常说肾主藏精，意思就是肾是储存这个生命能量的地方。当你的肾气充足，你就会感觉精力充沛，思绪清晰，睡眠品质好，头发乌黑，骨骼强健。但是如果肾气虚弱了，这些好的状态就会一一消失。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案例，有些人明明才40几岁，看起来却像60岁；有些人已经70岁了，依然精神抖擞，耳聪目明。差别在哪里？就在于他们懂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肾气。
所以我常跟病人说，会管理肾气的人，就是会管理自己寿命的人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几千年来中一累积下来的智慧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5个最明显的肾气衰弱信号，如果你有其中1个或多个，那就要特别注意了。第一个信号，头发早白，掉发严重。中医有句话说，发为血之余，肾之华在发。意思是说，头发是血液的延伸，也是肾脏状态的外在表现。当你的肾气充足，头发自然乌黑亮丽；如果肾气不足，头发就会开始变白、变枯，容易掉落。就像一棵树，如果根部没有得到足够的养分，树叶一定会先枯黄掉落。头发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之前有一个病人，是台北的一位女性上班族，才42岁，头发就一撮一撮的变白了。她来找我的时候很焦虑，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。我帮她把脉后发现，她的肾气虚弱的很明显，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熬夜加班，压力太大。经过半年的调理，她的白发明显减少，新长出来的头发也恢复了原本的黑色。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明明还不到该白头发的年纪，却开始大量冒白发，或者掉发变得很严重，这就是肾在提醒你，它需要休息和滋养了。第2个信号，腰酸背痛，膝盖无力，骨头容易酸。中医说腰为肾之府，腰部是肾的宫殿。当肾气虚弱的时候，腰部最先受到影响，会感觉腰酸背痛，好像背上压了一块大石头。不只是腰部，膝盖也会开始无力，容易酸软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医讲肾主骨生髓，肾负则滋养我们的骨骼和骨髓。当肾气不足，骨头就得不到滋养，自然会出现各种问题。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，腰杆硬青春在，腰杆软精气衰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老祖宗观察出来的智慧。如果你经常感觉腰酸得直不起来，或者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很吃力，这就是肾气虚弱的明显表现。第3个信号，听力减退，耳鸣。中医说肾开窍于耳，肾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反映在耳朵上。肾阴虚的人常常会听到耳朵里有蝉鸣声，像是有小虫在叫；肾阳虚的人则会听到像火车经过的轰隆声。还有些人会觉得耳朵闷闷的，好像被塞住了一样。我记得有一位台南的老先生，70岁，耳鸣困扰了他好几年，他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，后来找到我这里来，我帮他调理肾气，重点放在补肾阴、平衡阴，阳3个月后，他的耳鸣明显改善，自己都觉得很惊讶。所以如果你的听力开始变差，或者经常耳鸣，别只是以为是耳朵的问题，很可能是你的肾气已经虚弱了。第4个信号，失眠，记忆力减退。中医有个说法，脑为水之海，水由肾生，大脑需要肾精来滋养。当肾气不足，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，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、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。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才刚说完的话，转头就忘了。明明要拿东西走到房间，却忘记要拿什么。这种前脚走后脚忘的状态，就是典型的肾气虚损表现。另外，肾气虚的人还特别容易失眠，明明很累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足，或者睡得很浅，容易惊醒。这是因为肾水不足，以制约心火，心火上炎就会导致失眠。第5个信号，手脚冰冷或者身体燥热。这一点很有趣，有些人是手脚冰冷，有些人是身体燥热，但这2种状况都跟肾有关。中医讲肾有肾阴和肾阳2个面向，肾阳就像火，负责温暖身体；肾阴就像水，负责滋润降温。如果肾阳虚弱，火力不够，人就会怕冷，手脚冰凉，
盖再厚的被子都觉得不够暖。如果肾阴虚弱，水不够了，火就会往上窜，人就会感觉身体燥热，容易盗汗，晚上睡觉时特别会流汗。有些人会问医生为什么？我明明很怕冷，但是又会冒汗。这就是阴阳都虚的表现，身体的调节能力已经失衡了。这5个信号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毛病，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根源：肾气失衡。只要我们懂得调理肾气，让阴阳重新平衡，这些症状都能得到改善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很多朋友会好奇，陈医师，你一直说肾阴肾阳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你可以把肾阴想象成水，肾阳想象成火。我们的身体需要这2者保持平衡，才能正常运作。如果水不够，火就会太旺，烧得太猛，人就会出现口乾舌燥、手心脚心发热、晚上盗汗、心烦、失眠等症状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肾阴虚。相反的，如果火不够，水就会太多、太冷，人就会感觉怕冷，手脚冰凉，腰膝酸软，精神萎靡，容易疲倦。这就是肾阳虚。更复杂一点的情况，有些人是阴阳两虚，就是水也不够，火也不够。这种人会一下子怕热，一下子怕冷，身体的调节能力已经混乱了。所以中医调理肾气不是一味递补。有些人肾阴虚，你给他吃温补的药，反而会火上加油；有些人肾阳虚，你给他吃滋阴的药，反而会让他更虚寒。关键在于要先搞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体质，然后用对方法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跟病人说，中医不是迷信，而是一门非常精细的科学。它讲究的是整体观、平衡观，不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。很多人以为养肾就是要吃很贵的补品，其实不然。最好的养肾方法不是靠补品，而是靠生活习惯的调整，你的作息、饮食、情绪管理都会治，接引想肾气的盛衰。我常跟病人说，补得再好，不如养得好；养得再好，不如守得好。什么叫守？就是懂得节制，懂得保护自己的元气，不要透支，不要挥霍，这才是长寿的秘诀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是一位病人的亲身经历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信心。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主角是一位刘女士。刘女士今年65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疲惫。她跟我说，这2、3年来，她每天晚上都睡不好，常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天亮。白天的时候腰酸背痛，蹲下去要站起来都很吃力。而且她发现自己的头发掉得很厉害，梳头的时候一大把一大把地掉。她说，陈医师，我是不是真的老了？这些都是正常的吗？我帮她把脉又详细，询问了她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。我发现刘女士虽然已经退休了，但她长期照顾生病的老伴，压力很大，常常心情低落，担心焦虑，加上她有失眠的问题，晚上睡不着就会追剧到半夜，整个生活作息非常混乱。我跟她说，刘女士，你这不是老化，是你的肾气已经虚损得很严重了。她听了很惊讶，肾气，可是我的肾功能检查都正常啊。我跟她解释，中医说的肾气跟西医的肾功能不一样。她现在的症状，失眠、腰痛、掉发、记忆力变差，全部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。如果不及时调理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刘女士听了我的建议，开始改变她的生活方式。首先，我要求她一定要在晚上11点前上床睡觉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肾气修复的黄金时段。她说她睡不着，我就教她一些放松的方法，包括睡前泡脚、
按摩涌泉穴。在饮食方面，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喝1碗黑豆粥，里面加一些核桃和黑芝麻。这些黑色食物在中医里是最好的补肾食材。另外，他本身比较怕冷，属于肾阳虚，所以我也建议他可以适量吃一些温补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韭菜、枸杞。我还特别叮咛他，心情的调节非常重要。中医说，恐伤肾，长期的担忧和恐惧会消耗肾气。我建议他每天早上到公园散步、晒太阳，跟朋友聊聊天，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。刘女士很认真地执行这些建议，大约过了1个月，她回来复诊时跟我说，她的睡眠品质有改善了，虽然还是会有点浅眠，但至少不会整夜睡不着了，腰痛也减轻了一些。又过了2个月，她很开心地告诉我，陈医师，我的头发好像不掉了，而且我发现最近记性也好一点了，不会那么健忘。我看着她，整个人的气色确实好多了，眼神也变得有神采。我跟她说，你看，你的身体其实很聪明，只要给它时间和正确的方式，它就会慢慢恢复。刘女士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养肾不需要什么昂贵的补品或神奇的疗法，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改变生活习惯，愿不愿意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在跟我们说话，但我们太忙太累，没有时间听，等到病痛真的来了才后悔莫及。所以我常说，预防胜于治疗养生，要趁早。讲完刘女士的故事，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想知道，陈医师到底要吃什么才能补肾？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4大类补肾的食物，这些都是平常很容易取得的食材，不需要花大钱，但效果却非常好。第一类，黑色食物补精气。中医有个说法，黑色入肾，所以黑色的食物特别能够滋养肾脏。常见的包括黑芝麻、黑豆、黑米、黑木耳、桑葚。黑芝麻可以补肝、肾、润五脏，对于头发早白、掉发很有帮助。黑豆能够补肾益阴、健脾利湿，还能帮助排出身体的湿气。黑米则是补血养肾的好食材。我最推荐的一个简单方法，就是每天早上喝1杯炒过的黑豆水，把黑豆炒香后，用热水泡开，当茶喝。这个方法简单又有效，很多病人试过都说有明显改善。第二类，以形补形的食物。中医有以形补形的概念，就是吃什么补什么。核桃的形状像大脑，所以能够补脑益智；腰果的形状像肾，能够补肾强腰；鸡蛋能够滋阴补血、生津益髓。这些食物不只是因为形状相似，它们确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素，能够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。这也是老祖宗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。大自然给我们的食物往往有它的用意。核桃每天吃3到5颗就好，不要吃太多，因为它油脂含量高。鸡蛋的话，如果你没有高胆固醇的问题，每天吃1到2颗是很好的。第三类，根茎类食物，补中益气。山药和莲子是非常好的补肾食材。山药能够补脾养胃、生津益肺、补肾涩精；莲子则能够养心安神、健脾止泻、益肾固精。我很推荐大家早上煮1碗山药莲子粥，把山药切块，莲子泡软，加上1点白米一起煮成粥。早上吃1碗，既能养胃又能补肾，对于肠胃不好、容易拉肚子的人特别有帮助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没时间煮粥，也可以买山药粉冲泡，方便又营养。第4类，依照体质选择的食物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适合的食物也不一样。如果你是属于怕冷、手脚冰凉的人，肾阳虚，
可以适量吃一些温补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牛肉、韭菜、大蒜、生姜、枸杞，这些食物能够温暖身体，补充阳气。但如果你是属于容易口乾、手心、脚心发热、晚上会盗汗的人，肾阴虚，就要吃一些滋阴清热的食物，比如白果、银耳、百合、莲藕、梨子，这些食物能够滋阴降火，让身体平衡。所以补肾不是一味地补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食物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，中医讲究的是个人化、精准化的调理。讲了这么多，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：补不如养，养不如守。什么叫做守？就是懂得节制，懂得保护自己的元气。再好的补品，再营养的食物，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变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我整理了4个守护肾气的关键秘诀，这是我自己10年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。第一个秘诀，睡对时间。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肾气修复的黄金时段。这个时段，如果你还在熬夜、追剧、滑手机，就等于在消耗你的生命本金。我建议大家最晚11点前一定要上床睡觉，而且要睡足7到8小时。好的睡眠胜过任何补品。第二个秘诀，节制房事。中医说，防劳伤肾，过度的性生活会大量消耗肾精。这不是叫大家完全禁欲，而是要懂得节制适度。年轻人可能1周2到3次还可以接受，但如果你已经50岁以上，1周1次，甚至更少会更适合。要学会保存自己的精气，不要过度消耗。第3个秘诀，保持心情平和。中医说恐伤肾，长期的恐惧、焦虑、担忧会严重损害肾气。现代人压力大，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。我建议大家要学会放松自己，可以练习深呼吸、静坐、散步，或者找朋友聊天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心情好了，肾气自然就足了。第4个秘诀，适度运动。运动能够活络气血、强健筋骨，但是过度激烈的运动反而会损耗肾气。我推荐一些温和的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八段锦、快走、游泳，每天运动30分钟到1小时就够了，不需要练得精疲力尽。另外，有一个很简单的养肾动作，就是踮脚尖。每天踮脚尖50下，能够刺激肾精，强健肾气。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，非常方便。记住，养肾是一辈子的功课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但只要你愿意开始改变，从今天起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你的肾气就会慢慢恢复，你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。我常跟病人说，你要把自己当成一家银行的总经理，这家银行里存的不是钱，而是你的健康、你的寿命。当你懂得守护肾气，你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存款。当你能够保持肾气充足，你就能够保持年轻，保持智慧，保持活力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朋友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肾气充足，青春常驻。我们下次见。